偏涉案愈标愈多哦，这受害者黄小姐是指控律师李怀龙，第一个是大学生的时对伊性骚扰，李怀龙是回失的，也毋过强调讲这应该是误会。民进党的立委范云是指出讲，工会应该会当约束这的专业人士，所以号召律师、会计师、医师、中医师、有气科医师、建筑师工会来扩大性骚扰申诉的机制，积极来协助被害者。因为我自己身为单亲，我也会怕影响到我的家人。公告向性骚扰所因为烦恼家庭和牵连，要情绪失控。性骚扰前期摊销受害者黄小姐指控律师李怀龙宽恕性骚指出，因为要向李怀龙问法律问题，为了感谢帮忙答应吃暗顿，暗顿了后甲东海大学散步。李怀龙几下摆想要牵伊手，甚至男友了后，也个几下摆言语性骚扰，对话记录也个留有性暗示的信息。我当时身体不断在闪躲，他却仍然坚持要搂过来，次数多达数十次。那他居然虽然表示歉意，可是他在对话中表示以下原字原句，重述。他说：“刚刚搂你腰的你闪躲的样子还蛮可爱有趣的。”我可能是追求黄小姐的过程当中，让黄小姐感到不快。那后来黄小姐说明她的不快之后，我立即道歉。李怀龙澄清是误会，对家己的言行举止表达失礼。黄小姐要求台北律师公会甲李怀龙进一个律师事务所，拢应该调查。立委指出，专业人士自行职业本身就是头家，即卖法规统计互受害人找无人通帮助，只有掌握因职业权限的公会会当进行处分。号召律师、会计师、医师等律师公会站出来，同齐帮助受害者。勇敢站出来的这些的被害者，不管他是生理男性、生理女性，那都能够给予最多的支持。那我们公会在去年就有成立一个性平的委员会，然后也接受申诉。那当然是有一些事情，可是当时受害者都不敢讲出来。最辛苦的就是没有人陪伴。律师公会指出，秉持性骚扰零容忍，会扩大性骚扰申诉机制适用范围，积极协助受害民众，提供心理辅导、法律咨询，甲针对涉嫌性骚扰的公会会员展开伦理调查，精神严重的人会受到惩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